端午節食粽係中國嘅傳統習俗，但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粽好多時候都係三角形嘅呢？呢種設計其實係蘊藏住古人嘅智慧。今日我哋就由端午粽講起，探討三角形係一啲領域嘅應用。粽造成三角形嘅原因有唔同嘅講法。民族角度，粽以前稱為牛鼠，係古代祭祀用品。古人用豬、牛、雞肉去祭神，但係由於牛可以用作耕田，殺牛可能會影響生計，古人就用粽葉包成牛角形狀，象徵以牛祭神，體現咗民間嘅智慧同埋節儉嘅精神。實用角度，三角形嘅粽密封性好強，適合作為遠行嘅乾糧。經過反覆嘅嘗試，古人發現三角錐形最能夠適應粽葉嘅葉脈結構，而且可以正反堆疊，出行攜帶嘅時候又節省空間。科學上，三角形具有天然嘅穩定性，三邊結構能夠平均咁分散壓力，令形狀唔會變形。而三角形嘅錐體更將呢種穩定性由平面延伸至立體。三角形嘅穩定性亦被廣泛咁應用喺建築設計，例如法國羅浮宮嘅玻璃金字塔嘅三角錐形結構，提供最大嘅表面面積，可以喺有限嘅空間得到最多嘅採光。內地嘅一啲烈士陵園裏邊嘅建築同樣有運用三角形嘅結構，例如南通市烈士陵園裏邊嘅革命烈士紀念碑、龍華烈士陵園嘅紀念館、劉老莊82烈士嘅陵園紀念館。由象徵意義上嚟講，三角形簡單但係堅固，同先烈嘅堅定為國嘅革命精神相通。喺香港，一講起三角形就諗到中銀大廈，同羅浮宮一樣，出自知名建築師貝銘之手。三角形結構減少嘅鋼材使用量，降低造價之餘，亦能保持高樓層嘅穩定性，成為現代建築嘅典範。由一隻粽到一座大廈，三角形嘅應用貫穿古今。呢種簡單而高效嘅設計，係人類經過長期實踐嘅智慧結晶。大家喺日常生活當中，不妨多觀察身邊嘅三角形結構，或者會發現更多有趣嘅科學同文化嘅聯繫。最後，祝各位端午節安康，合家幸福。